咱来看高雄凤山有一间维修店接到一台电池碰起来，病房讲要来修理，也未修理就导火烧起来啊！业者也提醒讲咧，民众伫咧使用3C 产品的时阵，上好是唔通拿充电使用。那发现讲这产品变甲烧烫烫，碰起来佫有臭味，真有可能是这电池出问题，就要赶紧送去修理。等咧修理的巨型 iPad 放伫桌顶，熊熊爆炸导火，场面惊险。这是伫高雄凤山一间3C 维修店，原因是电池碰起来冻伤久，后平板烧起来。虽然不是点头问题，不过业者也是甲消费者协商做出补偿。因为有一些是放在机车车厢，相对的温度会高，那有可能你在骑车的时候震一直震，它是不是这样挤一直挤？那它来又刚好又到一个室内温度，可能一直剧烈的变换之下。它可能就自己烧起来了。维修业者表示，老化关温炉的后电池碰起来，若搁地着，搁较会导火烧起来。提醒民众若发现电池无正常过热，外壳离开或者是有怪味，爱赶紧上修。手机靠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闻到有一点类似化学的味道飘出来。这个部分就是属于电池已经在损坏的过程检查。若出现耗损碰起来有安全记录，维修店头要拆的时阵，当时有导火风险，因为你电池导火意外常常听到，部分民众也开始特别注意使用安全。就要睡觉之前就把它拔起来。对啊，隔天没电再拿回去插就好。不要放在那种太阳底下之类的，太热。除了唔通规暗充电，或者是放伫高温淡湿环境，也有人换那充电，换那使用。3C 业者指出这是歹习惯，因为手机同时充电佮放电，会增加电池耗损的几率。另外，电池比10%较低才充电，充饱就袂掉，用起才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